新来的人呢？新来的呢？啊，新来的呢？新来的，不知道啊？我在这儿啊。就是他呀。哟，还打呀？啊，这边手机。走，打了，出来！你们这些人呐，对新来的朋友应该客气一点吧？哎呀，这么不禁踹啊！来，起来，装什么啊？哎，这小子还真的以为我回去拉他呢，他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啊？起来，都吃着趴着。你给我记住，我是黑金，不管你以前是干什么的，只要你在这里，你就得听我的。我让你干什么，你就得干什么。我要打你，你就得把脸给我伸过来。马脸死后，黑金果然常来找李三儿的麻烦。李三儿照李毅所说，一再忍让，才得以苟且存活。李三儿每天夜里继续挖着马脸留下的地道，白天找一切机会偷偷把土倒掉。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像魔怔一样拼命挖这个地道，但生命里似乎只剩下这一件仍有意义的事儿。但这样的日子，李三儿已经不知道自己能够再支撑多久。燕子是养不活的，它失去了自由，你就是喂它再好吃的东西，它也不吃的，它会把自己慢慢的饿死。不自由，勿宁死，这就是你爹说的燕子的精神。
儿子，看那儿，飞得多高啊！那儿，哟，回来了。来，儿子。哎呦，哎呦，儿子。这燕子啊，还有很多品格，但是等你去悟，等你悟出来了，你也就能练成燕子功了。真的。哎呦，累死我了！真是，我这腰都抬了，这2天真挺累，好多事儿，挺多活。就说咱晚上吃点什么？你说呗。杨教授，
不是你这真不识好歹！我刚救了你，我知道你救了我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他们派来的？就是为了老子的宝藏。他们是谁？不是谁稀罕你宝藏？你松开！你怎么进来的？我在上面挖地道，你以为我想进来，谁知道挖到你这儿来了。你从哪儿进来的？对，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从那儿进来？不是我骗你干什么？天生一副好骨相，你小子走了8辈子大运了，生就了一副7窍玲珑骨。不对，你怎么练过燕子门的功夫？你这骨胎骨节，不对。我问你，李伟强是你什么人？不是，你怎么知道我是我爹的儿子啊？你爹？你爹是不是从小跟你裹腿练负重，然后给你泡一种青色的药水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天助我也！天助我也！你爹是我的徒弟，我是你的祖师爷。天不灭我，让我这一代又有传人。好小子，我就把我这身功夫全都传给你。我才不信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嘿！我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云中雁李云飞。哼！了不起！老夫纵横江湖、叱咤风云20年的时候，还没有你呢。老夫9闯紫禁城，从慈禧手上我偷过她的玉扳指，从李鸿章面前偷出他的官印。江湖上人人称赞，哪个不佩服我？你这后生晚辈，跟我这么说话？再厉害也不过就是个贼。我娘说过，做人要有骨气，要走正道。哼！我这轻身的功夫，当时是独一无二。想当年，多少江湖人想跪在我的脚下拜我为师，我都没答应。你竟不学，就是个贼功夫。哎，您老歇着，我先走了。嘿。也不要你的东西了。我哥会想办法救你的，我等着你。把它收好。怎么样？这回想跟我学了吧？你还真以为我云中雁是浪得虚名吗？你这个东西，我想帮你收着。你一天摸不到我的衣角，我就一天不给你。行了，我帮你想个办法吧。这样，你呢，先跟我学，
等你学会了呢，你就能抓到我。如果你不想学了，你把它忘掉不就行了吗？啊，这样一举两得。老夫，我也还你个人情，你呢也可以拿到你所要的东西，看如何啊？你先回去吧，想想清楚再来找我。老夫困了。看来你一点也不懂缩骨功的心法，要不怎么是时无时有？什么缩骨功？我听都没听过。走吧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老夫睡觉了。往前再走一步。不是，你干嘛给我绑架起来啊？你干嘛给我绑架起来啊？我这不是绑架，老夫是要教你武艺。非得这么教吗？记住了，凡人是头轻脚重，气血下行，难以高起。满门的功夫是要把气血倒转过来。攻城的时候要以身为床，不从下而睡，每日功夫会精进。好了，没你废话了，听我跟你说，本门的练功法门，记好了，本门的功法源于奇书易经，气运八道，与八卦相合。
前3连，坤6段，震阳鱼，艮复满。李中旭看中满，对上阙巽下段。记住了吗？没问题。那你说说。前3连，坤6段，震阳鱼，艮复满，李中旭看中满，对上阙巽下段。你小子倒是好记性，难得爹从小给你练出这么一副好骨相。老夫教你功夫，值了。好，小子，再记。每当你提气运功的时候，内劲分为5道，分别源自你的四肢和你的脑袋。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水生木。要做到五行的相生相连，你的气息就会不断，会腾空数米，不借外力。那个时候，你就大成了。来，起来。现在跟我学身法。老贼王李云飞从教李三认字开始，倾尽所学，1五1十的把一身绝学全都传授给了李三。李三得此奇遇，突飞猛进。少说，你练了也有3个月了。
说也该成了。你过来。成了，小子，你试着用那劲儿跳一跳。我怎么跳那么高？小子，你这只是小成，只要你继续练，控制住你的内劲儿，你就能够飞檐走壁，无所阻挡。我能去报仇了吗？小子，记着，以我多年的江湖经验，人生在世，就一个字：忍。你现在只是小成，不可轻易展示，否则会后患无穷的，知道？李四大哥，我抢到2个窝头。瞪什么瞪？找揍是不是？打他！奇怪呀，这种身法怎么那么像当年林中燕那个老贼呀？上，打死他！退回去！
快点，回家，快点，退回去！老子退回去！别动！你们俩又打架，啊？总打架什么？惯着你们！带他们去厕所，快走！走，走了。老不死的，其实我早就知道你被关进了后虎营监狱，不过我不知道你藏得这么隐秘。要不是你的徒弟把我们引到这儿来，我还真不知道你藏在哪儿。我知道，你武功高强，我整不了你。我告诉你，在后虎营监狱没有我黑金办不成的事儿。你知道吗？我在你的饭里放了迷药，所以你才躺在这儿。老不死的，说，宝藏藏在哪儿？不说，骨头硬是不是？你到底说还是不说？呸！去你的！老子闯在江湖这么多年，我什么狠辣的角色没见过？老子怎么可能向你这乌龟王八蛋求软？呸！呸！那是老子多年的积蓄，这些年我才想明白，钱可以通神，也可以复国。老子那些宝贝东西，我让他做有意义的事儿，我怎么可以给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？老江湖就是老江湖，我看你到底能硬到什么时候！当年在江湖上称你是云中雁，靠的就是这两条腿吧？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老实点！放开我！我叫你老实点！放开我！老实点！放开我！放开！别动！李三大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他们逼我说的。别动啊！再动我就杀了他！站那儿！再动我就杀了他！别动！他现在成了瘸腿雁了吧？啊！你就是把我每个骨头都拆了，老子也不会说。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来，你看看你师傅，现在成了瘸腿雁了。放开我！师爷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害了你，我对不起你啊，师爷！你说怎么来了？快走！我已经活腻了，死就死了，你小子还得给我留下手指呢！师爷，放开我！小子，小子，你别犯傻！我就是
是不说，他们就杀不了我。老东西，你说的没错，你要是不说，我还真不敢杀你。可是他就不一定了，我说杀就把他杀了，你信不信？你愿意杀就杀，我就当我白收了这个徒弟。是吗？给我打！老东西，睁开你的眼睛看一看，那可是你心爱的徒弟。你要是说出宝藏藏在什么地方，我马上就放了他；要不然，再砸2下，他可真就到阴曹地府去见阎王了。啊，还不说是不是？小子，你别怪我心狠呐！你要是到了阴曹地府见了阎王，你要怪就怪你师爷吧！啊！给我打！住手！李三儿，你给我记上，你爹是我徒弟，我在传你本门武功。本门的武功不能外传，我的宝藏就在你的功夫里。我死之后，你要记住，全天下就只有你知道宝藏的去处了。这就是跟我作对的结果，啊！大哥，这小子还杀吗？杀你娘的杀呀！你没听见那个老不死的说吗？全天下只有他知道宝藏藏在哪儿。他娘的，真晦气！我本以为找到那些宝藏，给那些王八蛋多塞点钱，我们好出去逍遥。算你小子命大，把这里收拾收拾，把他带出去。李三儿就这样眼看着师爷李云飞为保护自己而咬舌自尽，死在自己面前。谁能料到，誉满江湖的一代贼王，竟然就在这个残破的囚室中失去了生命。而李云飞临死前的话，却果真救了李三儿一命。黑金不敢再杀李三儿，只怕杀了李三儿，就失去了关于藏宝库的最后线索。醒醒啊，李三哥！李三哥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。
三哥，你终于醒了，你都昏了3、4天了，要不要吃点东西？那天事情完了以后，黑金把你从下面拉了上来，中间你还老是发烧，嘴里一直喊着什么燕子燕子。哥，饿了吧？我去给你整点吃的。我师爷呢？你说下面那个老贼王，好像那天就死了。后来监狱里传遍了，说他自己畏罪了舌自尽了。现在尸体都扔到收狗岭去了。这小子跑哪去了？等一会儿，那小子不在那儿了吗？是哎。放心，我不会要你的命，你只要乖乖的把那藏宝的地方告诉我就行了。我不知道。小子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师父告诉你的口诀呢？我说了，我不知道。局长，黑金又在那边打架了。黑金又打架了？谁家伙？走，看看。你不说是不是？你嘴硬是不是？我有的是招治你，你信不信？给我打！干嘛呢？走开，走开！去，都走开！靠边，快点！又打架是不是？听见没有？搜索没给够啊！啊！走，干活去！听见没有？走！干活去！起来！啊，起来！快点，干活！继续干活！干活！我跟你说，我就不相信这小子不开口。看见没有？还是咱黑哥厉害，谁都不是咱黑哥的对手。防风时间到，都给我回去！师爷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。前3连，坤6段，震阳局，艮复丸，离中虚，坎中马，对上缺，虚下段。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
水生木。头发大哥，怎么是你呀？嘘，我是荣城小偷，被抓进来的。现在有人要害你，我混进来，就是想让你逃出这里。逃出去？怎么可能呢？你别忘了，我是九天侠盗，哪能浪得虚名？关键是找机会。明天你静静地跟着我，见机行事，外面的一切我都安排好了。要真是这样，我听这位小兄弟说，监狱这几天要为我们唱一出大戏，不知道是不是个机会？机会来了。抓紧了啊！哟，王老板，来这边挂糕点，忙着呢。哎呦，您来了，快来看看，怎么样？这舞台一会儿就搭好了。您看看，咱们这戏什么时候能唱起来啊？您放心吧，耽误不了。晚饭过后，您一声令下，马上开演。好，方老板办事儿果然是干净利落。过奖过奖。不过什么？您看我这心里面不踏实，从来没在牢房里面演过。您说不会出什么问题吧？啊？在我的地盘上，谁敢动您方老板？哎，动您，那不是骂我吗？哎呦，再者说，到我这儿了，您该唱唱，该玩玩。你以为我们兄弟们都是吃素的吗？在这个地方，谁要是敢捣乱的话，兄弟们可都带着枪啊！啊，这家伙是吃素的吗？谁敢说三道四，老子他娘一枪崩了他！哎呀，您放心，您该唱唱，该演演，好，有我呢。再者说了，我姓什么？我姓钟。钟馗在此，谁敢乱动啊？啊！哎呀，那是。您演，您尽管演。好啊，兄弟们，动作快点！哎呦，这是什么日子啊？这监狱里还能有这好故事？真是开了眼了！各位请啊！这戏里边有美妞啊！各位请。我最喜欢看戏了。快抽了！坐哪儿？那有位置。请坐哪儿？坐哪儿？那这儿有位置。看电视，没问题。来，请坐。都请坐啊！走。来，请坐。坐呀！没唱歌。唱哪歌啊？走。快了！来，坐好啊！来，哎，你会唱啥？晚上会不会唱？你就是李三儿。有事啊？啊，来，请坐。好好看戏啊，别挡在后面。大家稍安勿躁啊！演出马上开始了。
记忆结束，你趁乱混进戏班，他们会把你藏在装行头的箱子里带出监狱。李毅。能消化得了吗？我饿的时候连树皮都吃。机会来了，戏一结束，你就随他们走吧。那你怎么办啊？你忘了我是谁了？我是九天侠道，自有办法。快走吧。好。那也行。不过临走之前，我还有点事儿要处理。什么事儿？哎，你小子不想活了是吧？我想明白了，宝藏那事儿还是跟你说了吧。你小子脑瓜子开窍了是不是？这样我也能安生。那什么，这里说话不太方便，咱们换个地方。啊，对不起啊。哥几个，跟我来。哎，你们几个想干嘛呀？不好好看戏！我告诉你啊，别瞎捣乱，瞎捣乱有你们好果子吃。我们去茅房，去茅房。这么多人一起去茅房啊？不，老总啊，这劲儿再大，他也憋不住啊！不行了，我得赶紧去了，我还赶紧去。行，走，我陪你们去。好，快！人呢？他娘的，这个臭小子竟敢骗我！他肯定就藏在附近，把他给我找出来！哎，老四呢？那看守呢？不知道，刚才还在后面跟着呢，什么时候神不知鬼不觉的不见了？好了，先别管他，赶紧把他给我找出来！去，走，找去，走。上那儿看看。哎，走。老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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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四。东王大哥，你在外边等我吧。黑金交给我了，我要亲手宰了这个王八蛋。速战速决，去吧。
副市长。哎，好，您放心，我马上去后会阳监狱把这个犯人控制起来。啊，是。王兴，马上备车去后会阳监狱。要不要跟钟狱长先打个招呼？不行，那样反而会打草惊蛇。这是林副市长钦点的犯人，不能有任何闪失。走。他娘的，找了半天，怎么一个人都没回来呀？都跑哪儿去了啊？这小子跟我耍什么花招啊？人呢？都跑哪儿去了啊？人呢？他娘的，都跑哪儿去了？人呢？啊？人呢？是不是又回去看戏了？在哪儿呢？人呢？人呢？北京。钟狱长，陈处长，他怎么来了？走。哟，陈处长，你怎么来了？干什么呢？最近犯人情绪不太稳定，我想打个戏班子，唱唱戏，放松放松。哦，那应该去妓院啊，这儿能解决什么问题？我奉林副市长之命，过来提一个犯人。犯人？谁呀？李三儿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啊！是。田处长，你赶紧给我放开！你信不信我杀了你？啊！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哎，你要干什么你？王八蛋！我要杀了你！不要！啊！
没找到。报告，李三不见了。啊！不是要给所有犯人放松吗？怎么少了一个？去牢房。这边。警戒。哎，这边。谁吃饭票？没有。哎呦，你要急一点，这关犯人的牢房在哪儿？在前面，在前面。陈处长，就是这个牢房。把犯人都给我押过来，逐一清点。是。等等，还有戏班子那些人，一个都不准给我放出去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去！是。陈处长。给我追！大家快上车！上车！我是李三的朋友，上车！上车！快上车！坐好了，兄弟们，快上车！快走！上车！快上车！上车！快点！给我追！坐好了，不要命了？大哥，全了。啊，对，还没问呢。你是？啊，我们是李大哥的朋友，他说你有危险，他呢又不方便露面，所以让我们救你出去。哦，你是李毅大哥的朋友，还真的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还跑挺快。你下车。
我把他们引开。记住，穿过前面的树林，你会看到路边停着一辆车，车里有我的好兄弟天魁，他会带你到鸿福客栈天字2号房等我。记住，千万不能回家。好。兄弟，我们也该下车了，多保重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走，下车。快开下！快！您是田魁，东方大哥让我来找您。后面有衣服和一把剪刀，把你衣服换上，头发剪剪，咱们这就进城去。哎，这里挺好。我去看看东方兄弟那里怎么样。李三儿，待在客栈里，千万不要出去，外面不安全啊！不行，我这一走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我娘肯定会很想我，我要把我娘一起带走。